同大家一同嘅分享期待已久嘅超安心付款方式嘅網購。第一次嘅網購主要係買咗2個嘅煮食嘅器具同埋5件配件。今次嘅網購付款方法咧，我用咗八達通 Mastercard， 大家可以參閱以上嘅八達通網頁。下邊有簡單嘅介紹。首先你下載安裝八達通嘅 Apps。然後打開 Apps 之後，準備你嘅電話號碼同埋電郵地址，點選註冊，輸入基本嘅資料。手機嘅短信驗證之後，就可以設定賬戶啦。再經過電郵驗證，設定你個人嘅登入密碼，輸入你嘅姓名同埋電郵地址。咁樣你就可以電郵信箱查收驗證郵件完成激活啦。每個電話只可以開立1個嘅賬戶。成功建立八達通銀包 Lite 呢個嘅賬戶之後你喺 App 裏面就會點按八達通銀包，你會見到呢個簡易版 LITE。而網購係需要提高交易嘅限額，咁你可以喺 App 裏面上傳你嘅身份證，進一步升級至到 Pro 呢個級別，咁你就可以喺銀包裏面開立一張虛擬嘅 Mastercard， 點選八達通 Mastercard 就可以即時嘅申請。同意條款之後，點選立即申請，經短信驗證之後就即時開通啦。它係唔設年費㗎，消費時候直接係扣除銀包裏面嘅餘款。點按顯示卡嘅資料，而且通過手機驗證之後，你就睇到卡嘅裏面嘅所有資料啦。咁你就可以喺網上安全嘅去購物。你要留意銀包要有錢，八達通 Mastercard 先可以生效。八達通 Mastercard 直接係喺銀包度扣數㗎。點按呢度入錢，銀包入錢嘅途徑好多，我就採用最安全嘅方法，用八達通卡轉數，或者係七仔嗰度現金入數。仲有一個安全性嘅做法，進入呢個設定，點按呢個嘅賬戶設定，輸入你嘅密碼之後，見到呢個交易限額，點按進入。呢度可以隨時更改你嘅交易限額，按你嘅需要調整。冇大額交易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調低啦。係咪好安全呢？7件貨品分2批係抵達我屋企，5件嘅配件首先係到達。5件配件分2小包到達。我諗住一起訂會一起收到啦，運費都唔會因此而調低。呢個配件質量係唔錯啊。但係呢個就較為單薄，圖片睇嚟係唔一樣。插埋另外一包係有3個配件。呢一個就冇用客運送，搞到有凹陷唔完美嘅位。呢個直膠墊就係專為氣炸鍋用嘅配件。遲啲我會出片介紹呢個非常之滿意嘅氣炸鍋。呢一個油壺我哋再橄欖油，可以噴灑或者直接係倒出嚟嘅。2位主角將近1個月係先到，訂購前經過精心嘅選購同埋格價。呢2款嘅商品喺亞馬遜度訂購，加埋運費都平過淘寶。大家訂購嘅經驗點啊？留言分享下。今次訂購最大失望嘅點就係電氣壓煲個型號係搞錯咗，最後就退回差額了結。之後係會再出片分享得失，會介紹下有關於 Instant Pot 嘅型號。